市长黄伟哲带头伫咧落实苏丹红自主管理宣言顶面签名，宣誓市府甲食品业者落实苏丹红自主管理决心。大家一起共同来签署。面对苏丹红食安问题延烧，市府嘛陆续查到真侪无合格产品甲厂商，对着如何互民众食较安心，市府多管齐下，同时佮推出苏丹红自主管理合格标章，以及无提供无使用苏丹红调味品的标章，互市场、餐厅、食品业者自主管理，互民众采购消费时阵有一个参考依据。必须要给民众一个可以依循或是可以参考的一个名单。那所以说，我们特别跟各大工会以及各通路业者以及各源头进口商来密集的磋商，那能够在源头的管理的部分每一家进口的产品都必须提出安全检验的这个合格的这个文件，以及接受政府的检验。第二个在通路商的部分，因为在中游以及下游的这个业者的部分，因为已经上万家，在台南市有1万多家以上。所以说，我们就跟各大工会，透过工会来做一个宣导，邀请大家来做一个自主管理。对着这两个标章，市府嘛开放给餐厅业者市场自行登录使用。不过黄伟哲嘛讲，打了标章就要负责，若是打了，佫被查到有使用，将会受到处分。自主管理的标章贴上去之后，就要接受政府严格的这个检验，我们就会去抽检，然后这个中间。如果合格，那就当然是实至名归；如果不合格，内部还有这个苏丹红的部分，我们就会用严厉的行政的规章来去处理。面对苏丹红食安问题，市府卫生局嘛会加强稽查力量，若是有违反规定者，将依法处办。推出标章嘛是希望业者落实自主管理的工作，做伙守护市民的健康。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